台中豐原一間連鎖的賣場啊，這暗時啊食飯時間，一樓啊，這個店家的鐵門煞總綁落來，含這個天棚攏扯落來啊，好佳在下骹無人客，無人受傷。店內的鐵門向焊落來，其中一邊直接吊佇咧櫃台，規片的鐵門變形，就連天棚的裝潢也被扭落來落櫃塗骹。事發的當時，邊啊還有真濟人客等咧食飯，門口的鐵門向焊落來，也甲人驚到。它就是自己放下來，自動的就突然放下來這樣。可能會壓到人，會受傷，會有點危險。代誌就發生在台中豐原一間連鎖大賣場，昨暝6點多食飯時間，一樓的美食街有真濟人客，想要到飲料店頂懸的鐵門，無已經焊落來。這個是防火的，我們馬上處理呀，馬上昨天晚上就解決了啦，早上來又再巡一次這樣。根據了解，講到的是防火用的鐵門，平常時未啟用。即個家己向焊落來，吊佇咧櫃台，業者第一時間也叫封鎖線，加在無人經過，也無害人受傷。下來什麼我們都知道，都沒有人受傷。賣場的業者回應，初步檢判，疑似是消防的設備故障，才會致使防火門無已經焊落來，目前等咧修理。若設備故障的原因，台中市消防局也會進一步派人來稽查。若是違規，依照消防法，上懸會當罰30萬。